Hello，大家好，又到了阿文哥来为大家解说客家歌歌词发音的时间了。然后这一首歌呢，是我们新世界乐团的乐手想要新练习的一首歌曲，叫做《讲 C 麦》啊。他的主唱是徐小宁啊，当然我也没听过这个人是谁哈，徐小宁。那我们来听看看，来边听边解释他的歌曲发音啊。好，一开始就是讲 C 麦，讲 C 麦，讲 C 麦哈。讲在客家话就是很漂亮的意思啊。那个如果要发那个的大陆音的话，就亮哈。讲 C 麦就是漂亮的小妹妹，漂亮的女孩的意思。讲 C 麦。好，第一句是讲给谁么的人人爱，就是说漂亮的女孩子，漂亮的女孩啊，人人都喜爱，人人爱啊，人人爱。然后这边要注意一下，就是它歌词的那个字幕哈，上面它是打成 A， 好，其实他唱的是 gay 啊，就是的意思，好，讲给谁么的人人爱。讲给谁么的人人爱，好，继续。讲给谁么的情似海，好，讲给谁么的情似海，讲给谁么就是漂亮的女孩哈，情似海，情似海，感情的情哈，是好像的意思，情似海，这个是海就是海洋海啊，那可能是我觉得它是从我们的国语直接去翻译过去的啦哈，讲给谁么的情似海啊，下一句哦。讲给谁么的心花开，哎，讲给谁么又重复了，漂亮的女孩子，讲漂亮的女孩，给谁么心花开，心花开，哈，心花开，心花开，心花开，然后再就是，哎呦，这个，讲给谁么哎呦，讲给谁么就是哎呦，漂亮的女孩子啊。人见人爱笑颜开，人见人爱，人见人爱笑颜开，笑颜开，笑是笑，笑笑颜开，笑颜开。好，接下来这句话就是比较不常听到，用柳腰系拽，这个是在形容这个女孩子的身材，像杨柳腰啊，用柳腰系拽，系拽，系就是鲫鱼啊，就是河里面的那个就是鲫鱼啦，小只的那种鲫鱼哈，鲫拽，客家话形容女孩子的嘴巴樱桃小嘴叫鲫拽啊，鲫鱼叫鲫拽，用柳腰鲫拽，好，下一句。亚游给也有那个哈，亚游给好身材，好身材，好身材。请你爱来扫买，请你要来啊，请你要来扫买。这个我查了字典哈，找不到扫买是什么意思。它这边上面字幕写做媒。可是我们客家话应该讲情呐，讲情。如果照字义翻的话，应该叫做说媒说媒。
当然，他这个不知道是哪个腔调的，阿文哥嘛，阿文狗嘛，搞不清楚哈。那就照着他唱，so my，so my，唱爱来 so my， 我猜可能是锁眉啦，好锁，好锁。好，冲起山歌，山歌就是客家话的山歌嘛，冲起唱起山歌，冲起山歌，唱起来山歌啊，情意长啊，这边字幕打情意在，可是我听了半天啊，它应该是情意长，这很源远流长那个长比较合适，而且比较对仗哈，应该是情意长，冲起山歌，情意长。人人看到，人人看到，人人看到。很爱叫我，很爱喊我啦，吼，很爱讲什么耶，就是叫我漂亮女孩哈，很爱讲什么耶。好，这边就是中间串场的和声的，他就讲阿妹讲阿妹，刑法可以啊，刑法可以哈。待会进入副歌了，我们就直接重复朗读客家话给大家听。那如果没有特别的词，就不解释了。讲讲给什么耶，人人爱。讲讲给什么耶，情似海。讲讲给什么耶，情似海。讲讲给什么耶，心花开。讲讲给什么耶，心花开。哎呦。讲讲给什么耶？讲讲给什么耶？人见人愛，笑顏開。用了有即唔知，用了有即唔知嚇。也要嘅好身材。請你愛來掃埋，請你愛來掃埋。衝起山歌情意長，衝起山歌情意長。人人看到很愛講什麼耶？什麼耶？這個後面要加一個 A 的語助詞，是客家話的特色。什麼耶？好，那大概就到這邊哈。這首歌叫做講什麼耶？啊，講什麼耶？那
希望能够在阿文哥在新世界乐坛的阿文哥来为大家解释完这个客家的歌词的发音之后你们可以照着这首歌，你们在 YouTube 可以打亮细妹哈，亮细妹，我也会在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底下放上原唱这个 YouTube 的连接，让大家点开来，边听边学边唱。希望我们的客家话能够借由客家歌的传唱，能够继续的保持我们的客家文化下去。好，以上就是讲 Say More 的说明解释谢谢大家听阿文国的介绍，好，拜拜。